OK，practice paper one 第11條，好啦，呢個其實我哋真係 variation 嘅題目，即係變分。變分咧基本上每年都會見到㗎啦。咁咧其實佢比較簡單嘅，佢考嘅嘢都係代翻啲數入去啊，做翻個聯立二元一次方程啊，咁就 OK 㗎啦。好啦，咁但係有嘢要留意嘅就係咧，變分入邊嘅 presentation 咧佢係有分嘅。OK，佢唔係減 P 嘅，佢唔係 PP 減1嘅。OK，佢唔係 presentation 嘅分嚟嘅，佢係exactly 係當做你係一個 answer 嘅題目。點解咧？因為佢要你睇一堆文字，而睇完呢堆文字之後咧，你要寫翻你個所謂嘅嗰條變分嗰條式出嚟，寫翻你 variation 嗰條式出嚟。For example 呢題 ，let's see be the cost of the manufacturing a cubical carton of a size x cm，OK， 同樣 x cm 啦 ，OK。哇！我熱騰咗位添。It is given that C is partly constant 啦，OK， 某一部分係常數，另外一部分就係 raised to the square of x，OK，x 嘅二次方嘅。咁中文同學就係咧，製造呢個正方體紙板盒嘅生產成本係 C 啦，咁 C 一部分係常數，另外一部分就係除 x 嘅平方去正變啦，得唔得？其實望到呢個位之後咧，我哋第一樣嘢可以寫到有兩種寫法嘅 from question 啦。C 就會等於咩啊 ？C 就會等於 K1 再加 K2x 二次 ，OK？K1 係常數 ，K2 係另外一個常數，但係 K2 咧佢會隨住 partly 隨住呢個 x 去x 嘅二次去正變嘅，得唔得 ？OK？跟住最重要就係 where K1 K2 不等於零 ，OK？K1 K2 不等於零，或者你可以直接寫 non-zero constant 都冇問題。咁你唔寫 from question， 你可以直接 let C 等於呢嚿嘢 K1 加 K2 x 二次都冇問題嘅 ，OK。咁當然最重要咧都係寫嗰句 where K1 K2 不等於零 ，OK。或者 where where K1 K2 non-zero constant， somehow like that 啦 ，OK。咁中文同學就係設啦 ，OK。我用 let 呢個啦 ，OK。let 設 C 等於 K1 加 K2 x 二次啦，且 K1 K2 不等於零，用符號去表達會好啲嘅。咁因為我自己慣用符號去寫，同埋我寫少啲嘢偷懶，慳翻啲時間咁樣。好啦，咁然之後咧寫完呢嚿嘢咧，呢個位其實已經有1分㗎啦 ，OK。呢個位其實已經有1分㗎啦。咁攞咗呢1分之後咧，跟住我可以代翻啲數字入去。C 佢同你講，當 C 係42嘅時候當 x 係20嘅時候 ，C 係42，咁我42啦就等於 K1 再加 K2 20嘅二次，呢個係第一條式，得唔得？當 x 係120嘅時候 ，C 係112等於 K1 再加翻 K2 乘翻120嘅二次，呢個係我第二條式。有兩條式，我哋可以做咩啊？聯立二元一次方程，解方程。無論你用消元法又好，你用代入法又好，定係你好似我咁直接撳機解方程，或者 by solving，OK？解一式二式解方程1、2 by solving 1 and 2，OK？ 直接撳 program 2。首先撳 K1 前面冇嘢，即係撳1，撳多次俾大家睇，睇得唔好清楚。K1 前面冇嘢，即係撳1 ，OK 1。K2 黐住個20嘅二次，咁我就撳20嘅二次。好啦，跟住等於咩啊？等於42 ，OK。好 ，K1 前面冇嘢，第二條式 K1 前面冇嘢，我撳翻1 ，OK。K2 前邊黐住嘅咩啊？後邊嚟嘅 sorry， 黐住120嘅二次，120嘅二次。好啦，跟住之後等於咩啊？等於112，OK。execute。好啦，佢同你講 K1 等於40 ，K2 等於1/200，得唔得？好啦，有呢兩嚿嘢之後，咁我而家知道 C 係等於40再加翻1/200x 二次，得唔得？好啦，佢問你當佢生產size 係50 cm 嘅時候嘅 cost 係幾多 ？OK， 當佢生產 spin 長係50 cm 嘅時候嘅成本。好啦，咁我而家就將 x 等於50 into c，OK， 咁40再加翻1/200乘翻50嘅二次就會等於50嘅二次啦，除翻200啦，再加翻40啦，咁就等於52.5。
咁所以自己寫翻啦 ，OK， 係寫唔到添，自己寫翻啦，就 required cost 啦，OK，is 52.5，咁中文同學就係所求的成本為52.5，加翻個 dollar sign 俾佢啦，得唔得？好啦，咁去到 B 題的話咧，佢就問你啦。當佢生產嘅成本係58蚊嘅時候，問下佢嘅邊長係幾多？咁其實咧，而家佢俾咗成本你啊嘛，係咪？咁我咪成本寫翻咯，58等於抄翻上面條式啦，40再加翻1/200 x 2次，呢條式大家好熟噶啦，解方程嘅啫。OK， 58減40調翻過嚟，18等於1/200 x 2次。18再乘翻200，3600 x 2次等於3600。好啦 ，x 會等於600。嗱 ，x 咧 x 2次等於3600咧，其實 x 係等於正負600嘅。OK， 咁但係負數唔會出現嘅，因為我哋會 reject 咗佢，我哋會捨去咗佢。中文同學寫去啦。OK， 我哋會捨去咗佢嘅，因為負數成本唔會出現負數，得唔得 ？OK。sorry 60啊，咦，白痴，點解寫咁大 ？OK， 嗱呢個係60得唔得？唔好意思啊，係啦 ，root answer 60嚟嘅。OK， 咁出翻正負60嘅得唔得？咁我哋60都係要寫翻去嘅。OK。